你看小罗就可以了，小罗在那边跳，看嘛，他指示。你找到他小就可以了。现在一个人跳得好，因为他对面小罗也在跳。网络有点卡，不好意思，我卡。我放了2个运营商都有点卡，说明这边基站的都不好，信号都不好。对，我马上走，这个哎呀又卡了。圈子的。这个是小曲针，还有大曲针。这个是弦子传承人嘛，还唱歌唱得非常好。本来是说收曲针为徒弟的，我不知道曲针有没有答应那个，应该会，因为他完全无保留的教曲针很多东西，就是弦子的一个舞蹈，基本上。他们说他回老家，每次有时间他就会教他，基本就是视他为传承人那种。大曲针长得也，他是一个啥？政府部门的应该是吧？还是个老师吧？啥？我忘了，反正很有名的。那个曲针唱歌也唱得非常好，他自己出专辑。那次不在这几位来过的嘛，这也就是我的徒弟嘛。他说是曲针，应该是他说要把那个传承人让他继承那种，就不止徒弟那么简单了。有5斤的中国你起不来。
这边是说蛋戳，右边是麦郎戳。今天这边升收购了，今天2块了。还是热，今天很热。他说过。要好一点。这近一点，手机这个近。没拍了，还没拍，我们也练嘛。但抽，他们有几个月没来了。昨天你说有点模是不是上面有我拿一把镜闸西的拍。就是那个新，它是新的那个。你等会儿我那个烧蛋去烧蛋。哇，你好难得来一次，第几个月来一次？那个买浪车，读书了嘛？列子的列，买，看的都是忍得到的。那是你们一起的吗？对。那就肯定要挑噻。啊，一个香的。哦。
记住往中间点。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就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就这个位置，别动了。哦，不要动，不要越跳越远哦。哦，出错了。不要开闪光灯！闪光灯正好点，前面这个。你把我压下去去了，上面的我压。它又托起来。要把它压下去，不要开。还要我去开了自动闪光。这个开闪光灯是不是？闪光灯我因为相机品牌不一样，不知道。
手小嘛，手小没学。进出往中间一点。